投資按早，我係許麗玲，歡迎大家聽到客家新新聞，來關心一下有關新型冠狀肺炎，也就是一般講嘅武漢肺炎，一下疫情嘅最新動態。唔啲鄉親從一下食就食飽嘛，無論講食飽還是忙食飽，也係講一下呢，大家愛去上班，啲交通辦路好，無論講係安尼，也係其他呢，有人喺徒步卡當中一下啲休息，兼比係了，無像一下有當人呢啲居家辦公、居家檢疫，或者係隔離。歡迎大家用夜半點鐘呢，聽到客家新新聞，來關心疫情的最新發展。啲看見邊啲事態報紙以前呢，我先來看到喎，因為呢，籌備對開記者會以前呢，前24點鐘內就發生呢，又有新的3萬人死亡，嗰種也是全台灣呢累計確診病例就正式突破為300個。嗰種也是全台灣呢有關100個病例確診病例，已經有總共306個咧。嗰種呢，提前先來關心嘅係蘋果日報。啲亞頭版頭條當中呢，就看到蘋果日報佢當局就下定講，一下呢1日當中24點鐘內呢就增加3萬人死亡，另外台灣一下總共就有5萬人死亡，嗰種呢一下嘅確診病例總共就有306個。先來看到有新增加嘅3個死亡病例當中，佢哋分別係62歲嘅司機、拍排查嘅司機，另外還有第34歲嘅，也就係先前呢52歲一個黑人嘅婦女，31日過後佢7名死亡，另外還有108例係40歲嘅西拉嘅2歲。韓國係170例，係西班牙團嘅60歲嘅男名人，佢7日過後7名死亡。嗰種演示呢，一下加起來，全台灣總共有5萬人死亡。先來看到喎，左邊呢，本大家清楚講嘅就係除咗以外，因為呢24點鐘呢又有3萬人死亡，另外又公布為新嘅確診病例。唔過呢，大家都得注意到啊，從左邊呢也公布出來嘅就同先前還無同樣有漲，因為呢差唔多對一般職業人士當日新增加嘅公布嘅案例呢，差唔多都係兩位數按嚟增加，比種上19個無超26個。唔過籌備人呢來公布出來嘅係新增加嘅8例，故所當研究開始來想講，係唔係一下台灣嘅疫情有嚇得？由下分下來嘅，也係咪係大家殺下來十分期待，咪係十分希望講疫情唔好扯到咁厲害嘅。進一步來關心呀，蘋果日報當中呢，就有講到，左邊啲亞新增加公布嘅一個病例當中呢，就有一個係實踐大學公告出鴉片呢，實踐大學地北度有啲先生佢確定係車尾度嘅，故所呢，就簡單來看到，蘋果日報佢就見講到。實踐大學全校係小偷，教職員工幾年嚟未可以帶定做嘢咩？韓國一下呢，其實有當道見，就唔單槍係實踐大學，佢哋要對按到教職人員無超學生嘅先生，愛落去學校地度，大家一下呢防疫做到千強心，還提高一嘅規範。比如講呢，入去校門，大家愛先量體溫，韓國愛高證件，將做定入去。嗰種唔但搶實踐大學，一下看到全台灣有當到嘅機關，韓國呢學校方面一下防疫未做到較強心、較提高。嗰種呢，先來看到唔但搶講演示實踐大學，嗰邊呢還會公布呢條病例，下晝2點做嚟持續來關心，演示全台灣嘅累計確診病例突破為300個，有306個，日日帶來關心，籌備人呢投記者會後也嘅公布嘅最新情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30日宣布，5國新增加8個確診案例，包含7個境外生意同1個本土個案。其中本土個案係按669加拿5歲，嚟客途有1節個來。26下晝66做數了後，全部卡歇困。27模擬學校檢疫確診，外嚟萬嘅圖書館班已經停課的。那目前我們所知是有17個，包括他的老師有17位。那我們都會做居家隔離，那他所參加那個班也會停班14天。我指揮中心面宣布，差不多經比綜合增加3個確診死亡病例，3個人能有相關病情，其中按34本來心臟是有問題，因為心臟衰竭死亡。按108係奧插離行團兩歲，因為咳瘡心肺功能冇乜好，造成調氣調唔過來。按270係西班牙了切到。
是出到硬戰，但英國強度雖然有用佢能力就無來之，不過青梅之位多重器官衰竭構成。後來的時候，那很不幸的就是看起來多重器官的衰竭，那主要還是肺部有非常嚴重的浸潤，在昨天晚上很不幸的往生。聽聽在 M 3兩見來見問題，指揮中心咪講，在 M 新名字對4月初9起始，聽日對一個禮拜3隻，改做2個禮拜9隻，星期係一個禮拜5隻，改做2個禮拜10隻，民眾4禮拜買2禮拜嘅量，外民眾都要求買在 M 嘅唔使管身份證間係單號也係雙號。韓國體量同外國嘅關係可能冇在 M 好用，指揮中心咪宣布開放2.0嘅親戚朋友。大陸日世紀30隻在 M 去海外，各個新聞網偵查2片特別報道。一下全台灣總共有306個累積病例，韓國呢籌備一下就增加嘅5個人死亡，故所大家當作講。另外呢，托籌備呢記者會方，其實要公布嘅一個新嘅有關作業嘅實名制嘅政策，人家係咪有看到喎？從自由時報呢，近比頭版頭條當講咩要來整理一筆有關一個作業嘅實名制，委託下個禮拜四，也就係4月初9再過來升級。因為呢，從亞報嘅相信人嘅觀眾朋友，沒有按你嘅經驗去排列嘅愛買作業嘅，韓國當人就講話一禮拜從睇人一禮拜就買得到3隻，韓國呢愛排列嘅排到暗藏，實在真麻煩。故所呢，一個防疫中心技術有講嘅，從一下全台灣嘅作業咩生產量呢要提高1度，故所就開始調整一地位度，比如講本大家呢就唔是得按舊漲起量，而出來看到時間行嘅調整呢，從比如講本來係1禮拜，唔過稍後來變到2禮拜，2禮拜一百買得到幾多呢？而來看差唔多呢，睇人1禮拜，也就2禮拜14日買得到9隻作業咩？另外4日呢，總得買10隻作業咩？喺我哋進一步來看，圖微服鋪籌備呢，圖一嘅 Facebook 檔稿，咪提出嚟，咪貼出一相關嘅圖，本大家總得看下詳細到位。因為呢，從永遠咪開始講哦，4月初9起始，先前本單係愛看身份證號碼，一個簽名一張數目字係單數也係雙數，唔過一下呢就接下來就唔會再個看一個咧，比如講大家當然都總得去用。14日就買得到睇人嘅作業咩9隻，或者係4日內作業咩有10隻，無限單數號。韓國呢，無論係睇人而咩總得去買4日內嘅作業咩，故作下輩呢，人就看得到睇人或者係4日內作業咩，睇個100就買得到。然後呢，有當然呢，鄉親就開始講，我係啲海外嘅鄉親朋友、親戚朋友，有可能家哋嘅國家為到愛防疫，唔過一下到國外、台灣以外嘅蔬菜作業咩，其實錢唔啦。有人就開始想講，係唔係我做得同我台灣嘅作業咩買一個後，繼續其他嘅蔬菜做得。從籌備呢公布出，一下呢，人做得聽海外嘅親人2整嘢就做得基本。2.7內也100係做得幾30隻，故所呢本單係人嘅作業咩做唔得出口，做唔得寄出去，唔過籌備就公布嘅做得，唔過大家要注意到就係基本2.7內嘅加速2整嘢寄得到30隻，故所也係有關籌備作業咩實名制公布出來嘅親情政策。從一下呢防疫就做唔得有辦些海態，咩看得到籌備呢圖。一個中國時報檔稿呢，大家出來用按大嘅版面來看到，因為有關一個防疫嘅政策，韓國呢當到機關，大家係唔係愛行個強心？因為大家就證言講，從先前一個確診病例當中，有一例確診病例，佢就係一個觀光區高層，尤其係內群主管，而那嘢轉到台灣過後，佢就派嘅交通局派去桃園機場入邊嘅員工去接佢嘅那嘢。唔過呢，佢那嘢實測到嘅新型冠狀肺炎，就故所就按呢，因為疫情關係，就測本一個員工，觀光局派去桃園機場嘅員工，接下來要一個員工去接佢過後，要測本7家嘅生意呢。故所呢，大家就證言講，係唔係政府見係大家講防疫愛清良心，唔過佢套交通鋪一片。海態嘅，人出來看到啊，從一種太種嘅方面呢，就係籌備同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方一個交通部次長來接受質詢嘅情形，大家都帶定咗嘢咩？
因為呢，大家就當講講交通部觀光局也嘅去接待呀觀光局高層也來嘅人，係唔係呢要轉到交通部地位度來開會，大家實際當講，故所籌備拖接順批准嘅時節，就有啲比我要求呀現場嘅官員，唔但請交通部次長，另外還有交通部觀光局嘅副局長提醒佢，我帶咗咩？韓國呢係講要接觸，韓國集團嘅接觸，就希望佢莫來到交通部一個交通委員會嘅現場。另外呢，大家注意講，一個觀光局嘅按高層，佢拖上班嘅時間就派嘅下晡嘅員工去到機場來接佢嘅來嘢。大家就注意講，也係唔係用公家嘅資源去做你私人嘅事情？故所呢，林佳龍交通部長林佳龍，後邊沒有來講到嘅，故所佢係對呀觀光局嘅高層來對佢做出懲罰，就一下先給佢先攞佢調離主管職。韓國呢，接下來會天天呢去看參詳，去用嚟對佢來發。咩提醒講，大家唔但請愛防疫清潔心，就連到機關地位度，大家咩愛當講，愛治好，愛防疫，也係中國時報嘅部分。另外呢，前面人類關心到嘅係聯合報。聯合報佢按頭版當中出來講，上半部係關心也嘅河北村，佢高層嘅時候是因為人類關心下個嘅部分。聯合報呢，佢頭版下部嘅部分，佢係貼出一張動態狀嘅影相片，也看得到，也係比洋機，當個有按中華民國嘅國旗。因為呢，籌備嘅安部就有一個留托中國湖北嘅一條台灣人，佢一條係坐定天一批嘅包機轉到台灣呢。嗰種現時總共就有兩邊比洋機，從亞種嘅內包機就同367個人分做兩批。最多轉來嘅，故做接下來呢發行佢還會派出第三批嘅包機模，大家咪係十分期待。不過籌備人呢，就總共同214個台灣人接到轉來，其實一台比洋機包機地位度，籌備到223人。不過呢，籌備一套第一批嘅包機當中呢，差唔多正式上到比洋機行嘅總共有217個人。另外，其實前面最多轉來嘅搶214人，其他30人佢用為冇轉來咯。其實佢一條係圖證健康度到嘅申請冇出時間好，按冇度好，故所就唔合乎規定，前面先冇轉來。故所前面籌備嘅包機係最轉嘅214個人，總共200個包機最轉嘅367個人，也係有關疫情台灣方面同留托中國湖北一片嘅台灣人繼續接到轉來嘅一個記錄。故所呢，對時態報紙當講，就可能到話一下大家對防疫還係清強心，係個當然嘅下晝2點，嘅記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呢，就會來開記者會，咪提醒鄉親朋友下晝2點嘅時間，做嚟聽聽客家新新聞，向下來關心疫情嘅最新動態。今日看報紙時間，就到鴉片，感謝你。